東莞植物園半天遊。喺深圳坐地鐵11號線去松江站 G 出口出閘。我哋而家去邊度㗎？東莞嘛。轉乘莞心001線東莞東城南站落車，車程30公里，票價12蚊。公交車行得相當慢，中途塞車，時速只有25公里左右，用時75分鐘。東城南站定位為地鐵站，屬於東莞軌道交通1號線。落車之後，約行200米到今日訂嘅維也納酒店。過對面馬路就係維也納酒店。到咗維也納酒店，登記入住。跟住打車去東莞植物園北停車場入口。園裏邊設有觀光車，唔想行路嘅遊客可以多一個選擇。入咗園之後，往東行，沿左邊鏡湖往岩石園方向去。第一站岩石園，以岩石同埋岩生植物為主體。好幾十款奇石標本，目不暇給。對上面有荔枝園啦。有啲人帶佢上岸。沿鏡湖邊去參觀植物進化珍稀植物科普園。植物進化科普園。櫻花、蘭花、陰生植物園。蘭花公園。蘭花溫室。
中醫醫藥草藥園。跨過蓮湖吊索橋，前往杜鵑坡澳洲植物區參觀。園區步道平整寬闊，杜鵑坡。沙生植物區。上園區最高點荷蘭風車，先經過鳳凰花圃，睇到上面嘅頭同下邊嘅羽毛。下邊個尾巴嚟嘅。森林勒杜鵑係打卡嘅熱點。歐洲台地花園嘅荷蘭風車。喺風車嘅高點，俯瞰下邊嘅花圃。彩葉植物園。植物園分科，品類繁多，道路蜿蜒曲折。部分展區只有放棄。出咗園區東澳門，喺綠色路打車返維也納酒店。酒店附有餐廳，早餐性價比極差。